来关心透早台南的东区少年线3间超商，和一个21岁细个查甫举刀抢劫。这个嫌疑犯已经藏手半点钟内少年线犯案。头一个时间，和第3间超商的查甫店员因为汉草真好，无要提钱给伊，上尾干那抢到一间超商尔。警察5点钟内就抓到伊。 穿着乌衫、滴着喙暗的查甫人进入超商，直接行去柜台，假影要去摄，煞对牌仔内底举刀仔出来，讲要抢劫。店员看到，惊一个惊倒退。他要拿零钱走，刀仔叫出来，去下刀啊！抢匪要求将钱放入去牌仔内底，店员是真紧张，一时仔来揽收银机，一时仔伫咧柜台内底行来行去，都是无愿意将钱给伊。 大声呛讲莫，互我无耐性，但店员同款勇敢，无愿意配合，一直到有其他的人客入来超商，嫌犯才来离开。但无想到伊无放弃，继续去后一个超商犯案。一间抢了，到过境迄间诶。 后一间超商的员工比顶一间的汉草搁较好，看到抢匪将刀仔举出来，伊嘛无咧惊，将球棒摕出来，搁大声抢转去，将嫌犯来惊走，嘛互伊搁一摆无得手。毋过半点钟以来，伊其实已经连续抢3间超商啊。超商因为它是隔着柜台哦，所以双方面是没有碰触到、没有接触到的状况。嫌犯看起来是真嚣摆，要走的时阵嘛是用行的。毋过3间超商最后只有一间互人抢走600块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随着抓到人，找出抢来的钱，甲作案用的刀，最后以强盗罪来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